嫂嫂，嗯，本兩百塊錢哎，冇诶，咩俩？本200，冇， 200呐，冇咩？200係嘛？今日我讀三機吧，讀錯機，就200。錯啲呢？錯啲我就把它嘛大把收。 3級吧，來，介意第一嘅，第一數埋佢吧，三二幾呢嗌錯，再來，而介意第一嘅，而家一定一嘅，錯啲哈，錯啲咩？錯啲也係二機吧？唔累啊，唔累啊，你傻啦，唔累啊，我走，再來一次，講錯機我分300俾你。 300係嘛？好，再來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。抖音。